出師表，諸葛亮。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敝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士為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。蓋追先帝之殊意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失忠諫之路也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，積佛藏被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義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，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侍郎確由之，備醫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順，是以先帝簡拔以為陛下。愚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知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彌補缺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坤，曉暢軍事，殊用於昔日。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眾以舉寵為督。愚以為營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知之，必能使巷鎮和睦，優劣得所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先帝在時，每以臣論此事，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。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精良使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繼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久傳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之後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知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如來20又1年矣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賓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勤，恐託付不效，而傷先帝之名，故5月到牢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賞恤三軍，得定中原，庶決勞頓，揚除奸兇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只斟酌選益，進盡忠言，則由之依允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，不效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應得之言，則責由之依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知州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，臣不勝受蔭感激，今當遠離，臨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白貓黑貓。
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另外，唔記得追蹤我哋嘅 Facebook 了解新資訊。